Taste of fat. 今日有12個板塊錄得升幅，而頭5大升幅板塊係基建、醫藥、金融服務、工業產品、消費服務。如果再細分行業嘅表現，喺115個行業裏面，上升有79個行業，當中大成交有25個行業，中等成交有28個行業。喺最大成交行業裏面，暫時最強嘅行業係銀行、保險、電信服務。喺中等成交行業裏面，暫時最強嘅行業係乳製品、貴金屬、社交內容平台。至於3日累積最大升幅行業，喺最大成交行業裏面，再加上股票熱力圖，最好表現行業係醫藥研發服務、燃氣供應、保險。喺中等成交行業裏面，最好表現行業係乳製品、貴金屬、基建。14個大板塊股票強弱比較，以下每一幅板塊熱力圖嘅最左邊一行代表股票強弱，排喺最下面最藍色嘅方格代表股票最強。綜合企業、基建、金融服務、電信、地產建築、醫藥、消費服務、互聯網和科技、消費商品、工業產品、能源、運輸、資源、交易所買賣基金。最大升幅板塊係基建，相關行業有環保服務、供電工業、燃氣供應、水務供應。第二大升幅板塊係醫藥，相關行業有生物科技 B、醫用消耗品、生物科技、醫療服務、心臟心血管。第三大升幅板塊係金融服務，相關行業有銀行、證券、保險。第四大升幅板塊係消費服務，相關行業有教育。第五大升幅板塊係地產建築，相關行業有物業管理及代理、建築材料。其餘嘅行業係貴金屬、乳製品、電子元器件、汽車零部件、家用電器。Taste of Fat 第二部分行業板塊表現已經完結，第三部分為今日股票表現，會總結出50大成交、恒指成分股表現、頭50大最大升幅股票同埋強勢股票。如果有興趣，歡迎繼續收看。Taste of fat.